醫者仁愛心，由仁愛堂愛心呈獻。我的事務所主持陳心怡。嚟到呢一個環節啦，繼續同大家咧講下一啲咧中藥嘅問題、中醫藥嘅問題啦。有陳心怡，亦都有嚟自仁愛堂嘅註冊中醫師，就係黃少傑醫師嘅。黃醫師你好。你好，大家好。咁啊，再次見到黃醫師嘅時候咧，今日有一個題目，有一個話題想同大家一齊講下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咧對於佢哋嘅中醫醫療車隊想知道多啲，佢哋嘅醫師究竟會喺咩地方、咩時候咧會喺邊一度駐診呢？想知道嘅話，都可以打嚟1834204，記住1834204先作登記。咁至於今日咧，我哋就要講下，中醫其實又點樣可以幫一個咧產婦去安胎呢一個話題嘅？不如先又問下黃醫師啦，同我哋咧回顧一下先啦，溫故知新一下啦。你自己喺每個禮拜咧，通常會喺邊啲地區駐診？不如再講下啦，好嗎？咁咧我哋仁愛堂呢，目前有17架醫療車啦，咁每星期呢，都會去全港8個地點嘅。咁至於我本人呢，就主要喺港島東、西灣河啊、筲箕灣嗰邊啦，同埋觀塘秀茂坪嗰邊駐診嘅。明白。好啦，咁當然啦，呢個呢就係呢黃醫師嘅 schedule 啦，佢個編排啦。咁但係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註冊中醫師，如果你都想知道自己屋企附近會唔會呢揾到呢班醫師嘅話呢，咁頭先提到啦，可以打嚟1834204。咁至於呢一個時候呢，即係頭先開咗估啦，咁就講到呢，我哋今日要提到關於安胎呢個話題呢。其實最近呢，係咪真係龍年效應啊？黃醫師，即係真係多咗孕婦呢去睇下中醫，咁啊睇下點樣可以調理自己嘅身體呢？係啊，因為龍年效應呢，近嚟多咗好多啲婦產科嘅病人，咁主要都係諮詢一啲呢調經啊、生仔啊、安胎啦，或者係產後坐月嘅事呢。咁香港其實有一個好怪嘅現象嘅，就係後生嗰啲呢就唔想生，想生嗰啲呢就已經唔後生。咁所以呢，嚟求診中醫嘅高齡產婦呢都幾多，咁當中亦都有好多一啲即係例如流產啊，或者一啲坐月嘅婦產科問題咯。咁啊，當中作小產嘅問題係比較多，都比較多人關注嘅。明白。咁啊係啊，即係我自己咧，所謂年青嘅時候聽到小產好似咁，當然咧都係一件唔開心嘅事情啦。咁又或者咧覺得咁對於個媽媽嚟講咧都幾大嘅壓力。不過咧自己真係啦，年紀大啲嘅時候，真係踏入咧希望可以做媽媽嘅時候咧，去同身邊嘅朋友傾偈，發現其實作小產一啲都唔陌生嘅，即係其實都可以話都有一個普遍嘅程度喺度嘅。咁所以都希望咧可以喺今日呢一個話題裏邊咧，同黃醫師你咧即係了解多一啲啦。譬如好似我哋成日都提到啦，頭3個月咧即係 B B 就會好小氣啦，所以就千祈唔好咧話俾大家聽咧自己有 B B 啦，有孕啦。咁我哋見到好多即係譬如娛樂圈嘅朋友都係啦，未到3個月點都唔講咧，話自己有咗嘅。咁其實咧即係呢一個係咪事實嚟嘅咧？即係頭3個月 B B 即係會小氣啲，對 B B 唔好嘅講出嚟，你又點睇咧？黃醫師，其實呢個嘅傳說咧都係有少少根據㗎，因為根據數字統計咧，自然流產嘅發生機會都幾高嘅，大概有10至到15%。咁即係話有10個孕婦裏邊呢，有1個呢就有機會流產啦。咁其中呢，早期嘅流產呢，即係我哋所謂懷孕頭3個月嘅流產呢，發生率呢係高好多嘅。咁通常流產嘅機會多呢，咁其實佢原因好多嘅。咁有一啲呢就唔關母體事嘅，主要係嗰個胚胎先天嘅基因缺陷啊、染色體有問題啊。咁咧有啲咧就同媽媽本身有關啦，即係例如佢啲排卵後嘅黃體功能唔夠好啊、跌傷啦、勞損啦，或者先天嘅子宮畸形啦。咁亦有一啲好特殊嘅因素嘅，即係例如係母子嘅血型唔夾啊，一啲免疫嘅因素啊。咁所以咧喺懷孕初期嘅時候咧，即係如果若然將自己嘅好消息公諸於世咧，咁個媽媽咧就要有啲心理準備。咁萬一即係不幸3個月之內小產咧，咁咁啱又有人走上嚟即係 WhatsApp 你恭喜咧，咁你都要有嗰個即係 EQ 去面對得到啦。明白。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唔好話咧未發生任何事嘅時候咧就太大壓力、太多嘅擔心。不過咧其實喺邊一個健康話題都好啦，都係咁樣講法㗎啦。知道咗個情況係點樣樣，個事情係點樣發生，咁到時當自己咧喺嗰個嘅狀況裏邊嘅時候咧，都會比較容易去應付啦。咁同埋都知道咧，原來呢件事都唔係咧，即係話唔普遍嘅。如果真係發生咗嘅時候，都希望可以咧，即係用一個平常心去面對啦。咁但係好啦，又提到呢一個咧，即係中醫又點睇作小產呢一個嘅病因呢？咁孕婦譬如出現咗點樣嘅症狀，咁就要咧即係去留意一下，要去見下中醫師咁樣呢。其實一般呢，如果孕婦已經 confirm 咗係懷孕之後，無論佢係流啡、陰道出血定還是係肚痛啦，
定還是腰酸啦。咁其實喺即係西醫嚟講咧，都已經係屬於一個即係自然流產，亦即係叫流產或者俗稱小產嗰個範疇嗰度噶啦。咁其實最重要咧係要搞清楚咧嗰個流產係喺咩程度。因為西醫嚟講咧，流產都分好多種嘅，咁有啲叫先兆流產啦。咁有啲咧就叫難免流產啦、完全流產啦、不完全流產等等。咁喺咁多種類型裏邊呢，其實就有一啲咧就已經係死胎㗎啦。即係例如係完全流產啊、不完全流產啊，或者流產感染啊等等，其實已經死胎㗎啦。咁對於呢啲嚟講呢，其實就唔係要安胎嘅，又要善後嘅，即係點樣令到個媽咪去健康啲嚇？點樣去善後？咁只有咧係先兆流產呢一樣咧係。仍然係活胎，仍然可以係安胎嘅。明白。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如果真係有呢啲事情發生嘅時候，媽媽本身嘅身體狀況好緊要啦，我哋要照顧得到啦。咁佢情緒上高咧，都應該要照顧得到啦。因為咧，即係都係嘅，好似黃醫師話齋啦，咁都係有一個壓力或者一件唔開心嘅事情嚟嘅。不過我都記得咧，我都同我自己家庭醫生傾偈嘅時候，佢都講過，有陣時又會咁樣諗啦。咁可能咧，如果呢一次嘅懷孕唔成功嘅話，咁可能係講緊個胚胎咧，都係即係佢自己所謂自己知道啦，佢自己知道咧未完全準備得好，唔係咧即係一個最好嘅狀態可以嚟到呢個世上邊咁樣樣咧，咁我哋就唯有話，緣分嚟到呢一度啦，不過都要去面對，去積極咁樣去面對呢件事啦。咁啊頭先咧提到咧，即係除咗話你有流啡嘅狀態啊，或者有一啲嘅情況需要留意之餘咧，即係中醫即係除咗講緊佢安胎之前，又睇咗咧究竟係咪一個活胎可以安胎咧？但係其實會唔會有其他需要注意嘅地方嘅咧？有㗎，其實頭先你都提到一個好好嘅一點嘅，就係好多媽咪咧流產之後會好自責。其實咧根據翻統計咧，100個流產嘅病人裏邊咧，其實有50-60個咧都係因為基因問題。咁既然基因問題，即係呢啲叫整定啦，咁其實亦都無謂去自責。咁只有一小部分嘅原因咧係因為母親佢嘅病，例如係甲狀腺病、糖尿病、高血壓或者係黃體功能唔好而流產嘅。咁面對流產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先診斷好先。係。要診斷好佢呢個係活胎定還是死胎。咁一般咧有2個檢查係非常好嘅。第一個咧就係驗尿或者驗血嚟驗下身體裏邊 HCG 嗰個含量咯。咁如果係一個活胎嚟講咧，正常佢嗰個 HCG 嘅含量咧應該係慢慢遞升嘅。咁如果嗰個 HCG 佢唔升或者突然間跌咗冇咗咧，咁可能個胎已經冇咗噶啦。咁咧第二咧就係超聲波檢查。咁超聲波檢查咧一般喺懷孕5週左右咧，超聲波就能夠見到一個妊娠環，即係一個孕囊。咁未必有心跳嘅，咁通常去到6至8週就會有心跳咯。咁西醫就會即係由呢啲嘅檢查咧去斷定佢裏邊個胎咧仲有冇生命，能唔能夠繼續可以有安胎治療，定還是要做啲善後處理啦？咁如果我哋一位朋友咧，即係佢選擇咗希望用呢個中醫嘅方法咧，可以幫佢咧喺作小產嘅時候咧，用呢一個中醫嘅方法安胎嘅時候，咁可能中醫都會先建議佢，即係可能都會用一啲西醫嘅科技咧去睇清楚，咁我哋所謂結構上邊啊，或者個胚胎其實係去到咩嘅情況咧，真係搞清楚嘅時候，先至再諗下用啲咩方法去即係幫佢調理啦噃。係啊，呢個好緊要㗎。即係喺考慮用中醫藥治療自然流產或者小產之前呢，係一定要診斷好。即係其實最弊咧就唔係話安胎安唔到，最弊就係話原來個胎早已經死咗，仍然咧就不斷去執中藥啊、針灸啊，做各樣去安胎。但可能其實佢個情況已經唔適合安胎㗎啦。佢個情況可能需要刮宮，可能將啲組織整翻出嚟啊，或者控制感染啊，要做其他處理。咁所以咧，即係決定用中藥安胎之前咧，用西醫嘅方法診斷好，搞清楚個情況咧，呢個好緊要㗎。明白，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啦。因為咧去到呢一個狀態，頭先都提到啦，大前提都係媽媽自己本身係健康啦，無論係身體上健康或者係心靈上面嘅健康，我哋都要睇得到嘅。咁啊，如果咧大家對於我哋咧呢一個題目想知道多啲嘅，一陣間翻嚟繼續會有咧黃少傑中醫師同我哋講下啦。同時間，如果你又想知道咧，即係關於咧佢哋嘅中醫醫療車隊，喺邊個時候邊啲地方可以註冊，可以揾到呢一班嘅註冊中醫師嘅話，都可以打嚟1834204先作登記嘅。熱線電話1834204。我的事務所主持陳心怡。
繼續翻到嚟事務所，電話熱線1834204。如果你對於咧仁愛堂嘅中醫醫療車隊想知道多啲嘅話，可以打嚟1834204先作登記，跟住都有專人咧覆翻你電話嘅。至於呢一個時候咧，咁就有註冊中醫師黃少傑醫師同我哋講到安胎嘅問題啦。咁點樣為之要去安胎咧？咁就提到啦，如果真係有作小產，咁啊用咗一啲西醫嘅方法，咁真係睇咗個嘅胎兒佢嘅情況本身係點樣樣。咁頭先醫師提到啦，如果係活胎嘅，都真係可以咧，希望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咧，調理好個身體，咁啊希望個胎可以繼續成長嘅話咧，咁就係所謂嘅安胎啦。咁中醫又會用啲咩藥物去幫一個婦女去安胎嘅咧？黃醫師。咁咧喺大眾嘅裏邊咧，係有一啲識得中醫嘅人咧，佢都聽過一隻藥叫受胎丸。咁受胎丸咧，其實係我哋中醫咧就常用我嚟安胎嘅藥方嚟嘅。咁裏邊有菟絲子啦、川椴啦、阿膠啦同埋杜仲啦。咁呢4味藥大家聽下都估到係一啲養血補腎嘅藥嚟嘅。咁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啊，即係安胎呢啲咁嚴肅咁緊要嘅嘢咧，都係交俾西醫做，但係其實唔係嘅。咁西醫通常處理流產呢個問題咧，都係先檢查噶啦。咁如果個胎可以安咧，咁最主要嘅方法有2個啦，一個就俾維他命 E，另一個咧就係打黃體酮。其實中藥咧作用係類似㗎。嗱，例如頭先講嘅受胎丸裏邊咧，佢裏邊嘅菟絲子同埋續斷咧，佢裏邊有維他命 E，同埋佢裏邊咧有啲類似荷爾蒙黃體酮咧嘅功效。咁所以咧呢個方咧，佢一方面可以促進嗰個胎盤同埋胚胎發育，另一方面咧佢可以減低子宮咧對一啲催產素嗰個敏感度。簡單嚟講，佢可以防止一啲不必要嘅子宮收縮啦。另外食中藥咧有一個好處就係話佢唔單止安胎，佢仲可以咧改善其他嘅反應。咁例如好多媽咪咧去到8週左右有啲早孕反應，朝頭早作嘔作悶啊，唔中意食啲油膩嘢啊，等等。咁其實中藥佢就係可以全身調理。安胎之餘咧，佢又可以幫孕婦咧去減少一啲例如係早孕反應啊、嘔吐啊、腰酸啊、貧血啊、尿頻啊咁呢啲情況嘅。咁但係必須要強調啦，即係藥咧始終都係由中醫師處方比較安全啲。咁即係孕婦就盡量都唔好自己去執一啲藥嚟食咯。明白。咁呢個咧記住都要問翻你身邊嘅註冊中醫師啦。咁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咧即係問得到、提得到啦。咁同埋咧即係本身我哋咧孕婦身體狀況每人都會唔同噶嘛。咁醫師我哋成日提到啦，中醫就咧一定會講辨證論治嘅。真係要講到安胎嘅時候咧，會唔會都真係因為咧孕婦本身唔同嘅體質咁而用嘅安胎藥都會唔同？頭先講嘅成分都未必即係個個孕婦都啱用咁樣嘅咧。係啊，嗱咁舉2個例子啦。嗱咁咧有一啲孕婦咧佢流產嗰陣時咧，佢例如陰道有少少出血啦、流啡啦，咁嗰啲血色好淡嘅。另外有腰酸啦，同埋個肚有啲痛。通常嗰啲痛咧痛得嚟咧，就係好似有嚿嘢向住陰道嗰度墜落去咁嘅。咁另外腰膝酸軟、頭暈耳鳴、小便頻密，咁呢啲都係中醫講啲腎虛嘅症狀啦。咁呢啲腎虛型嘅流產咧，就最啱食頭先講嗰種受胎丸啦。即係菟絲子啊、川椴、阿膠啊、杜仲呢一類啦。嗱，除咗腎虛之外咧，其實仲有其他唔同嘅體質㗎。例如有啲孕婦佢都一樣啦，陰道出血、肚痛、腰酸，但係佢平時個人就比較攰啲嘅，所謂短氣懶言，面色又比較蒼白啲嘅，消化又唔好啦，成日胃脹胃痛。咁呢啲咧就屬於氣虛嘅，咁可以喺頭先受胎丸嗰度咧加啲黨參北芪亦得，亦都可以用第2條方就係叫補中益氣湯。咁呢一個咧亦都可以咧有安胎嘅作用嘅。咁所以其實安胎咧都係要根據翻佢嗰個體質同埋情況而落藥咯。明白。咁好啦，即係我哋咧有陣時，我記得咧呢個名咧就係我細個睇啲武俠片嘅時候聽到啦。咁有陣時咧即係同一啲嘅可能長輩咧講到咧，即係孕婦懷孕嘅時候咧都會聽到就係呢個13太保啊。咁啊即係都聽到其實有陣時有啲孕婦或者佢哋嘅家人會自己去藥材鋪去執呢一啲咧13太保安胎㗎。係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怪反應嘅。即係喺香港咧就即係2個極端嘅群眾嘅。即係一個極端群眾咧就對中醫冇乜信心嘅。咁即係俾西醫診斷咗係先兆流產啦。咁有部分例如政府西醫咧，佢就主張等嘅，就唔用藥住嘅。咁但係有啲孕婦就好乖咁等，因為咧
佢冇信心食中藥，嗯哼佢怕食咗中藥咧仲危險，對個胎仲唔好。係咁呢個係另一端嘅群眾啦。嗯咁嗱，另一邊有啲群眾咧就好大膽嘅喎，有自己啲咧執藥係啦，就係佢就算冇流產都好啦，佢會自己去執藥，去藥材鋪咧就執啲13太保嚟安胎。嗯咁其實即係兩個極端都唔好嘅。咁嗱，13太保依樣其實就唔係藥材鋪作出嚟嘅。嗯咁其實13太保呢條方咧係出自清代咧一個中醫婦科嘅典故咧，就叫《傅青主類科》。嗯哼咁學中醫人都知道呢本書㗎啦。咁13太保咧，佢其實正名叫做保產無憂散。嗯其實原本咧係用喺產後嘅，同埋用喺即係後期嘅妊娠嘅。哼哦咁所以其實呢條方本身唔係好適合咧一啲早期懷孕嘅人食嘅。哦咁同埋點解即係唔主張食咧？就係最主要有兩個嘅。第一就係呢條方咧，佢古書都咁講嘅，就係話即係用藥咧要好嚴謹嘅，你唔可以自己加減嘅。嗯咁但係就以前有一個嘅 research 做咗出嚟咧，就話原來藥材鋪咧好多時候執13太保咧，佢唔係跟原方嘅喎。哦即係佢喺個原方裏邊咧有自己啲加減。哦係啊，咁啊變咗咧，其實會好危險咯。嗯係啊，咁同埋即係而家喺香港嗰個環境裏邊咧，暫時咧就配藥員係咪有註冊制度嘅？嗯咁所以你唔能夠去 confirm 到呢啲中藥係咪一定係優質，同埋一定係嗰隻藥材咯。係所以都建議大家盡量都唔好即係自己去執藥啦。明白，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啊吓。咁有啲乜嘢呢？即係如果你真係想用中醫嘅方法，或者想知道多啲嘅話，都要揾翻你身邊嘅註冊中醫師去問翻清楚佢啦。咁但係當然啦，有住黃醫師喺度嘅時候，又會唔會有一啲呢簡單嘅中醫食療可以介紹俾我哋嘅聽眾呢？咁啊，呢度有個簡單嘅食療，大家可以試下嘅。咁藥材咧就有紅棗3錢啦，桑寄生5錢啦，咁可以加少少杜仲、菟絲子，咁都係5錢嘅。咁咧就將呢啲嘅材料咧就浸4個字度，然後6碗水咧就煮20分鐘。咁啊平時當茶當水咁飲。咁如果瞓得唔好嗰啲人咧，可以喺頭先嘅材料裏邊咧加少少龍眼肉咯。咁頭先嗰啲材料就比較平和啲，適合即係各類嘅流產，即係有先兆流產嘅孕婦咯。OK 好啦，咁呢個呢可以俾大家作一個參考之餘呢，日常生活裏邊如果真係作流產嘅朋友，有冇啲乜嘢係需要再去留意到或者去提到佢哋嘅呢？第一樣最重要咧就係休息，請假瞓床，淨係食瞓。咁另外咧就一定要禁止性生活啦，咁另外咧就盡量保持心境平靜，就唔好話憂愁發怒啊、抑鬱啊。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喂，如果真係遇到作小產，咁可能對於一啲嘅孕婦嚟講咧，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啦。咁你話仲可唔可以即係放鬆心情，盡量用平常心去做啦，同埋都希望咧講咗呢啲知識俾大家嘅時候咧，待定先。咁如果有啲咩事嘅時間咧，無論係你要請教翻你嘅西醫或者註冊中醫師，咁都可以知道咧有咩嘅方向去問。咁啊最緊要咧，黃醫師提到一樣嘢，就千祈唔好自行執藥啊！有啲乜嘢都揾你嘅註冊中醫師去問一問啦。好，咁啊我哋今日傾到嚟呢一度啦。咁如果大家咧有一啲關於咧中醫醫療車隊嘅事情啊，佢哋嘅細節想問得到，可以打嚟1834204。咁至於呢個時候，當然聽聽人間有愛啦。人間有愛，今次人間有愛呢一個環節呢，其實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啦，關於呢一個合夥人愛堂極地之旅珠穆朗瑪峰嘅計劃啦。我知道呢，佢哋已經完成咗為期16日嘅極地考察之旅，翻到嚟香港啦。今晚